師傅，一般人講人死如燈滅，人死咗之後就咩都冇噶啦。咁點解仲會有輪迴呢個說法嘅呢？有好多嘅書籍裏邊都有記載輪迴。曾經睇過一本記載有關轉世投生嘅書，收錄咗上千宗嘅個案。從各種各類嘅個案嚟睇，你能夠否定有關輪迴嘅講法咩？我哋只不過係孤陋寡聞。亦有一啲嘅報章消息就報道，講到某人有天眼通、天耳通，能夠睇到前生甚至未來嘅事，我哋亦唔能夠絕對否定嘅。好多年前，一本美國出版嘅書叫做《前世今生》，內容就講到一名嘅心理治療師利用催眠追溯病患者前世或者多生多世嘅經歷，揾到病人嘅潛在心理障礙，仲將佢克服咗。譬如發現病人今生怕火嘅心理障礙，原來因為佢過去生就係被火燒死嘅。某一個病人前生就係同佢爸爸關係非常之惡劣，所以結下咗今世嘅仇怨。呢本嘅書出版之後轟動異常，令到科學家都唔敢再否定前世今生嘅存在。另外有一出嘅電影叫做《小活佛》，亦係根據某西藏活佛轉世為一個西班牙男童嘅真實事蹟拍攝。呢個男童一出生就懂得講某一種嘅語言，但係父母都唔識嘅。直至有兩位嘅喇嘛揾到呢個嘅男童，呢一個西班牙嘅男童居然能夠同呢兩位嘅喇嘛溝通。近台灣亦有一個喜歡研究前世今生嘅大醫師，佢以催眠嘅方法俾病人追溯前世，揾出心理潛在嘅毛病同埋障礙。佢嘅著作裏邊記載咗好多嘅醫翻好嘅個案。呢一本書師傅都有睇過。呢個醫師覺得因果報應都係好可怕，將來亦準備出家修行。師傅，人死咗之後轉化為中陰身，49日後轉世投生，隨業而去。點解會有中陰身呢種科學都解釋唔到嘅現象呢？可唔可以解釋下原因啊？中陰身喺佛法之中就講到係一種嘅現象，由思想意識造成嘅。而人死之後一路到投生之前，就係一種死有嘅中陰現象，係有形相嘅。一般人稱呢個係靈魂，但佢唔係魔鬼。喺佛法上邊講，世上萬有都係由思想形成嘅，人嘅身體亦係思想形成嘅，但係身體就好粗糙啦，佢會壞死。佛教認為死亡唔係生命嘅終結，死亡不過係另一種生嘅轉換現象。當身體壞死命終嘅時候，思想就凝聚啦，自己未能夠將思想打破，就出現咗中陰嘅現象。呢個由思想形成嘅中陰身就係有形相嘅。其實我哋嘅思想就係形相，只有天眼通嘅人先至能夠睇到呢啲由思想形成嘅形相。所以佛教主張將思想都要破除。我哋嘅思想就係妄想，只係一種精神作用。若果能夠將思想破除，就能夠脫離輪迴，得到解脫。科學係研究有形相嘅嘢，冇形相，科學又點樣解釋呢？師傅啊，我想請問《金剛經》係唔係唔可以喺屋企讀誦嘅呢？係邊一個講嘅呢？真係害人不淺啊！乜嘢地方、乜嘢時間都可以誦經。有人傳說晚課唔能夠誦地藏經，話怕招一啲嘅鬼王，亦勉強講得過去。
但係講到《金剛經》唔可以喺屋企念，呢一點嘅理由就係冇啦。縱使念地藏經會招嚟鬼王，鬼王亦係護經護法，誦經俾佢聽係功德無量。師父，香港佛教徒最缺乏嘅係實際嘅修行指導。我哋請教法師嘅時候，往往收到嘅一般答覆都係只係叫教徒多啲讀經啊，多啲聞法咁樣，似乎唔能夠針對到個別信徒嘅唔同環境去指導嘅。咁師父，呢方面有冇機會可以突破呢？所謂富貴修道難，現代嘅社會科學發達，物質豐富，大家都喺度追求緊物質享受。香港人有3種嘅搏命，第一就搏命工作，第二就搏命賺錢，第三就搏命享受。所以好多人都有神經衰弱，邊度有時間修行呢？香港嘅生活越嚟越富有，相對地關注靈性修行嘅人越嚟越少。以前台灣嘅經濟唔係咁發達嘅時候，關注修行嘅人就比較多。但係今日佢哋越嚟越富有啦，預期修行嘅人日後可能會相繼咁樣減少。睇下印度同埋西藏兩個地方嘅人民生活都比較貧困，但係人對修行嘅生活反而更加積極。呢個就唔係講到富貴修道難嘅證明咩？喺以前中國嘅大寺院僧伽生活一般都係比較清苦，原因就希望修行生活能夠清靜咁樣進行，修行更加集中，唔受繁華嘅影響。如果你能夠多啲去讀經，多啲去聞法，自然會知道點樣去待人接物。喺士農工商方面可以歷境修行，唔需要加以指導。師父啊，請問何謂中陰身呢？又叫做中有身，即係人死之後未投胎之前嘅中間存在嘅狀態，故之名為中有身或者中陰身。中陰身嘅高矮嘅樣係各有不同，投生一般係需要經過49日，除非係大善或者大惡。唔需要49日嘅呢，就馬上升天堂或者落地獄。中陰身每7日就一個轉變，749日必然就投生啦。因此佛教嘅主張每7日就要誦經超度一次。喺呢段嘅期間之內所做嘅法事係最有效。除此之外，例如供僧、放生等等，亦可以令到亡者改惡道生善道。超過49日投生之後，功效就冇咁大啦。師父啊，人生係唔係好似佛家所講，空手嚟，空手去？究竟生喺邊度嚟，死又去咗邊呢？喺冇幾耐之前，有一份嘅報章就報道過5大宗教就講到死亡嘅一個座談會，但係整篇嘅報道都冇講到重點，究竟死係乜嘢一回事呢？而有關生死大事，佛教嘅經典真係一個嘅寶庫嚟嘅，可以提供對呢一方面有興趣嘅人作為深入研究。簡單講一句，佛教嘅理論認為人生宇宙係空嘅，一切都係由妄念而生，由妄念而死。就好似我哋夜晚發夢咁樣，夢見悲歡離合，夢醒一切都係空嘅。究竟有冇發生過呢件事呢？夢裏邊係分明係清清楚楚，醒之後就虛幻一場。
生死都係由思想作怪。譬如有人批評你、毀謗你、鬧你，你就會生煩惱，都係認為真係有呢件事嘅存在。但若果聽日有人話俾你知，鬧你嗰個人原來有精神病，你可能就會當冇呢件事發生過啦，煩惱就會消失。你嘅煩惱痛苦係嚟自你嘅思想，認為有呢件事或者冇呢件事，一切都係由思想造成。佛經上邊冇清楚記載高僧大德死咗之後去邊度。六祖慧能臨死之前就已經知道自己將要死亡，亦冇話俾佢啲弟子聽去邊度。但係若果有思想就有去處，冇思想就冇去處。宋代嘅大慧忠告禪師就講到啦：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既然無寸土，仲有邊度可去呢？若果冇發夢，就乜嘢境界都冇啦。人生醉生夢死一場，就好似永嘉大師嘅正道歌所講嘅：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明心見性就知道一切皆空。身體就係有形相嘅物，有形相就係有破壞，有生死。知覺心就冇形相，亦唔會破壞，亦冇呢個生死。呢種嘅道理，並非初學佛嘅人就可以明白㗎。師父啊，花開見佛係點樣㗎？佛教嘅菩薩經常都係坐喺蓮花座上面。蓮花可以代表清淨乾淨，因為佢係生於污泥而不染。另外，蓮花仲有象徵嘅意義，佢就係因果同時。蓮花開嘅時候，亦係佢結果嘅時候，正好係切合智者大師所講：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因該果海，果切因緣。淨土中所講嘅，我哋念阿彌陀佛出生喺西方極樂世界，由蓮花所生嘅，所以講蓮花化生，花開見佛。蓮花開就係見到阿彌陀佛，或者有人認為係無稽之談。人係胎生嘅，點會由蓮花所生呢？但係我哋知道嘅事情實在係有限。佛教認為宇宙有無量無邊嘅世界，我哋嘅肉眼睇唔到嘅事情，並唔能夠講到冇佢嘅存在。譬如以前科學冇而家咁發達，中國人邊度會知道世上仲有地球嘅另一半呢？但係並唔表示冇佢嘅存在。天主教嘅聖母瑪利亞童貞懷孕，有人表示反對。又好似斯里蘭卡人認為自己嘅祖先係獅子，所以自稱為獅子國。以佛教嘅立場嚟睇，冇乜嘢出奇嘅，因為世界係無奇不有。師父啊，眾生有冇盡㗎？呢一個問題喺佛陀時代曾經有人問過佛陀，佛陀都冇答覆到。研究都係冇用處，最重要嘅就係盡快去修行，離開痛苦，達到明心見性，成佛作祖。到嗰個時候就知道有盡無盡都係戲論。師父啊，佛教徒係咪一定要食素㗎？佛教徒未必一定要食素，因為信仰佛教係有層次嘅。第一個層次，首先要皈依三寶。只要有一位出家人為作皈依儀式，證明你皈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皈依十方三世一切尊法，皈依十方三世一切眾僧，就可以稱之為一個佛教徒，並冇乜嘢戒條去約束，只要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就可以啦，並冇咩規定要你去食素。第二個層次就係受持五戒，第一就不殺生，第二就不偷盜，第三就不邪淫，第四就不妄語，第五就不飲酒。五戒之中雖然有不殺生，但係未有禁止食葷。第三個層次就受過菩薩戒之後係禁止食肉嘅，因為菩薩要行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度眾生嘅離苦得樂都嚟唔切，點會去食眾生肉呢？因為受過菩薩戒嘅人係規定唔能夠食眾生肉，呢個係以小乘佛教嘅戒律嚟講。若果大乘佛教嚟講，凡係佛教徒都應該係食素，因為大乘佛教主張以慈悲為懷，如果食眾生肉就會失去慈悲心。所以奉勸大家，如果已經皈依三寶同埋受持五戒，最好就能夠去食素，先至係一個嘅身體力行嘅佛教徒。師父啊，舍利弗、須菩提都已經證到阿羅漢嘅果位啦。佢哋喺法華會上由佛陀受記，咁我哋可唔可以稱兩位為菩薩或者佛呢？菩薩、羅漢、佛都係有本有跡嘅，本就多生多世，跡就係現世。經裏邊講到，一佛出世，千佛護持，有啲人係菩薩或者古佛再來。舍利弗就係金龍陀佛再嚟，所謂內備菩薩行，外現聲聞身。若果你真係有神通，知道有一啲嘅高僧大德係菩薩或者古佛再嚟，你知道就好啦，唔好到處去講，因為佢係古佛再嚟，又現呢個身體，佢必定係以呢個身體去度化眾生，你知道就好啦，唔好講出嚟。所謂天機不可洩漏。師父啊，點樣去修持忍辱啊？如果要學習去忍辱修行嘅方法，就必須先去學習佛法。一般人就講到啦，忍耐止辱，須圖報復，或者講君子報仇10年未晚。人哋令到我羞辱，一定就要報復，只係等待將來幾時有機會先至去報復。但佛教徒就認為有以下幾點啦。第一，若果我真係有錯處嘅，就要接受人哋嘅批評；若果冇錯處，就視呢個批評者嘅精神有問題，唔應該同佢一般嘅見識。第二，因果報應，前世或者今生曾經得罪過人，所以受到人哋辱罵，呢個都係果報。第三，眾生好多，點解偏偏要羞辱我呢？可能我嘅福德就係唔夠啦。第四，修持忍辱，其實都係一個修好大嘅福報，任何嘅功德都唔及呢個修忍辱嘅功德，所以人哋鬧我都係幫助我修大福德，唔係蝕底，反而有所得益，何樂而不為呢？師父啊，諸佛菩薩點解要有願力嘅？普通人會講有志者事竟成，有志向先至會有成功嘅一日，馬虎係唔會成功。佛教裏邊嘅菩薩要發大悲願嘅心，先至有咁大嘅力量。難行能行，難捨能捨，要有勇氣毅力面對折磨先至能夠成功。
人要向菩薩燒香叩頭，因為菩薩有一種力量係一般人做唔到嘅，所以受到人哋尊敬。泥雕木塑嘅菩薩係要人見賢思齊，行菩薩道，要有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慈嘅意思就講到用盡一切方法令到人哋得到快樂，並與眾生同樂。例如父母就係愛護佢嘅子女，當子女不孝嘅時候，父母都會好憤怒。菩薩嚟講呢，就唔會生起嗔恨心。悲就講到用盡一切方法為眾生拔苦，眾生以願報德，菩薩亦唔會生起惱害心。喜就講到眾生歡喜，菩薩亦歡喜；眾生升官發財，菩薩亦唔會生起妒忌心。世上邊個能夠可以做到呢種嘅思想呢？例如古時候嘅老夫子亦會妒忌比佢優秀嘅學生，可見妒忌心係一種好危險害人嘅思想。捨就講到三輪體空啦，內無我相，外無人相，中間無物，甚至連慈悲喜嘅心都要捨去。由此可見，修成菩薩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啊！師父啊，想請問你乜嘢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呢？呢一個就講到中國儒家禮記大學嘅講法，一般用作配合最善嘅境界。佢嘅意思就講到，當思想能夠定落嚟，心就唔會妄動。心唔妄動就能夠安靜，思想就能夠清晰，樣樣周到。所謂心如水中月，一動看不清。呢一個又指到作為人可以達到最善嘅境界，而德就係指凡事皆可成功。儒家德嘅意思就係一切皆有，跟佛家係唔一樣。佛教講嘅由戒生定，由定發慧。所得到嘅智慧，有咗智慧就明白到《金剛經》裏邊提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亦能夠領悟到《楞嚴經》裏邊講嘅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嘅意思啦。師父啊，我想問咧，靜坐咧同見鬼咧有冇關聯噶？有人講咧，靜坐時生起妄念咧，好容易走火入魔喎，係咪真噶？見鬼呢個情況有好多因素，有人先天就會有能力見到，有人就靠學法術而見到，有人神經衰弱自以為見到，又或者有人時運低嘅時候會見到，但係主要都係講嗰個人嘅福德係唔夠。若果人真係見到鬼，人呢就會成身都係冰冷嘅，反而鬼呢就見到人嘅時候呢，鬼會覺得滾燙。鬼怕見人，一般呢就會與人呢就保持百幾尺嘅距離。靜坐同見鬼係冇關聯嘅，喺深山靜坐，思想靜，自然妄念少。但係城市人呢，就好多時處於人群之中，多煩惱，心自然難於平靜，所以好難做到靜坐嘅時候絕對冇妄念。練習靜坐有功夫嘅人，幾分鐘之後思想就會靜落嚟啦。思想似有似無，生妄念係正常嘅反應，若果能夠一念不生，即名為佛。初學習靜坐嘅人，邊個會冇妄念呢？我哋就喺妄念之中修行，唔需要驚，亦唔需要怕。越怕就越難入定。所謂久坐生禪，慢慢嚟，唔需要急。
至於靜坐嘅時候生妄念就容易走火入魔嘅講法，都係亂咁講，以訛傳訛，嚇怕咗一啲初學習者，實在係唔好嘅。古德講，唔怕念起，只怕覺遲。發覺妄念生起嘅時候，就即刻收返，咁就可以啦。師父，學佛嘅人呢，點樣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呢得到頓悟呢？喺日常生活之中，應該先有自悟，連自悟都冇，又點樣能夠奢望頓悟呢？連小學都冇畢業，又點樣指望入大學呢？金剛經裏邊有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能夠明白其中嘅意思，先至能夠對開悟有所領略。淨土宗同禪宗開悟見性嘅人，佢哋可能都係經過多生多世咁修返嚟。10年前，師父嘅住嘅地方有一位叫做明鏡禪師，佢聽到人哋唱層層刷刷盡圓融，萬別千差一貫通，佢嘅思想忽然之間就停咗落嚟啦，內無身心，外無世界。呢個因為佢就係早已經有呢個領悟嘅功夫，先至能夠講出呢個頓悟。有啲人雖然修咗20-30年，都可能冇呢一個嘅成績。每個人嘅根性都唔同，有啲人生而知之，有啲人就學而知之，有啲人甚至學而不知。所以唔需要強求頓悟，只要多積善根，今生若果修唔成，來生就繼續修。